以下乜嘢活體動物係可以直接帶入境嘅呢？我今次真係第一次喺深圳正規嘅鋪頭見到有賣。大家要記得內地嘅一斤同香港嘅一斤唔同嘅喎。呢檔車厘企人流幾多，都係啲香港街坊為主，連開餐廳嘅都可能買得齊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北上買餸已經成為咗部分港人嘅習慣。雖然我唔算係經常返上內地買嘢，但係行街市超市咧係我其中一個樂趣。港人北上買餸咧，主要都係揀去蓮塘，一嚟近關口啦，二嚟交通方便，而且長者嘅車費都好平。但係今日咧，我會帶大家去一個相對冇咁高人氣嘅街市——福田龍批市場，主要俾大家詳細睇下有咩賣，同埋值唔值得專登過嚟。而我反正嚟都嚟咗啦，一係唔好拍，一係就拍盡佢啦。我就每層都行勻晒俾大家睇睇。呢個福田龍批市場位於福田區，同大家實測過，由福田口岸關口搭大概30分鐘地鐵就到噶啦。我哋會喺梅景站 C 出口出，上咗呢條扶手電梯之後轉左，行大概1至2分鐘就到噶啦。其實頭先出咗站之後咧，有2條路可以揀，除咗轉左之外咧，直行多少少先再轉左呢條路，仲有少少廚具鋪頭可以睇。不過沿住呢條路行入去咧，一入到去就係個街市嘅中間位。由頭先左邊嗰度入咧，就可以由頭睇到落尾啦。呢個街市雖然講就話佔地超過10萬平方米，但係其實呢個面積係幾層疊加上去嘅，而且包埋停車場同埋啲車路。如果齋計人行嘅地方，室內嘅位置咧，粗略估計一層佔地大概2萬平方米。不過都有2至3個足球場嘅大細㗎，行起嚟依然都幾大下，係福田區最大嘅街市嚟㗎。街市一共就有3層，每層賣嘅嘢咧都分得非常之清楚。例如地下內街就有賣糧油雜貨、土產、中藥材同埋啲家品，而外街就有花、觀賞魚、貓狗寵物同埋寵物用品。另外亦都有個館專係賣啲豬牛羊雞同埋海鮮，而2樓咧就主要賣啲蔬菜水果同埋海味，3樓就主要係廚具、雞蛋同埋啲凍肉。地下同2樓之間嘅夾層咧就係賣茶具同埋茶葉嘅。同去過嘅其他深圳街市比較咧，呢度係明顯闊落企理好多，俾大家對比下東門市場啊！我係平日下晝過嚟嘅，人流就好少，不過就算係假日呢，呢度都唔會好逼，絕對可以慢慢行慢慢睇。我上次嚟視察環境，淨係逛咗地下1層都行咗睇咗成粒鐘。講返賣嘅嘢先，地下外街呢其實有個名嘅，叫做福田區花鳥魚蟲市場。已經算係深圳最大嘅水族市場嚟㗎啦，比起洪湖水族街大好多。但係都仲未同到旺角嘅金魚街比啊！帶大家去睇下，一入到去咧係賣盆栽植物同埋啲水族用品嘅。右邊賣植物嘅鋪頭咧，見到有唔少都丟空咗，或者搬咗去2樓。哇！呢間有細貓仔喎，Hello，仲有我估唔到嘅雞仔同鴨仔。老實講，今次真係第一次喺深圳正規嘅鋪頭見到有賣，雖然有時都有少少啲路邊嘅攤檔有賣啦。哇！鵪鶉嚟嘅喎，兔仔、天竺鼠、鸚鵡同文雀。哇！睇下呢隻瞓得幾舒服，有啲魚缸底沙同埋石啦。見到呢條街咧，主要都係賣翻啲淡水魚。如果想睇鹹水魚嘅話咧，可能咧都要去翻洪湖水族街會啱啲。同埋有個特色咧，係呢度嘅鋪頭通常係同裡面嗰條街相通嘅，即係同一間鋪頭前後門連接住咗。
但係亦都有少部分嘅鋪頭咧係前後兩條街分開兩間唔同嘅鋪頭嘅，所以如果唔想錯過嘅話咧，就建議兩邊都行勻晒啦。呢間有種子啦，哇，好多蘭花。不過提提大家啦，蘭花屬於管制物種嚟嘅，唔可以隨便帶入香港，隨時被罰得非常之重。雖然價錢真係好吸引，但係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啊！後面呢條街咧比較多觀賞魚同埋啲水族用品，有啲大嘅造景石同埋沉木啦。哇！呢個水草缸幾靚喎。後面呢條街中間位咧有間叫肥仔水族，有更加多珍禽異獸可以睇，六角恐龍啦、蟛蜞、手工同埋飛鼠。另外呢度嘅鋪頭普遍都唔會招攬生意或者 hard sell， 咁就唔擔心尷尬啦，任睇唔嬲啊！頭先都講到唔少動物啦，我俾大家諗諗一個問題啊，以下乜嘢活體動物係可以直接帶入境嘅呢？雞仔、金魚、蜥蜴、飛鼠。答案係金魚。觀賞魚咧，暫時喺香港咧係冇進口管制嘅，所以入境香港唔需要作出任何申報。但係如果嗰種魚係瀕危物種，入境之前就要先攞到漁護署嘅許可證啦。換言之，即係唔可以隨便帶入境。成條街裏面，我最中意就係呢間開心水族。小型淡水魚佢嘅種類幾多，而且最重要係咩啊？明碼實價，差唔多全部嘅魚都有標明價錢。喺深圳嘅街市嚟講都幾難得，亦都有少少唔使種喺水草泥嘅水草啦。其他魚我就唔多講啦，有興趣大家可以慢慢睇。啲魚睇落都幾健康喎，黑魔利都係10蚊3條，比香港平咗一大截。呢款有我手板咁長嘅錦鯉，問咗都係45蚊一條。呢條白色嘅尾幾有美感。呢杯咩嚟嘅呢？哦，泰國鬥魚啊！另外呢幾間鋪頭都俾大家睇睇啊！呢間都有明碼實價，有啲雞泡魚仔。總括嚟講，魚嘅種類比旺角金魚街少一橛，但係勝在價錢夠平，帶返香港又唔犯法。如果係新缸需要添置大量嘅工具或者魚嘅話呢，我覺得可以考慮嚟。但係如果本身冇養魚，只係想嚟逛下，或者只係想買少少物資嘅話，就未必有呢個必要特登嚟呢條街睇啦。地下裏面嘅內街分咗好幾條，每條呢都有自己嘅名嘅，例如海味乾貨街、飲品街、土產街等等。但係我感覺上呢，除咗土產街比較多土產之外，其餘全部街呢都係綜合咗糧油雜貨、中藥材同埋啲家品。咁我就唔逐一介紹啦。咁概括嚟睇呢，都有好多乾貨嘅鋪頭，可以慢慢逐間揀。有大量煲湯煲糖水會用到嘅五穀、豆類同埋其他粗糧啦。有香料、辣椒、藥材、乾嘅菇菌類、臘腸、狗。咦，唔係喎，呢隻貓嚟喎。好講笑啫。我會比較推薦買一啲中價位而且係輕嘅乾貨，例如蓮子、百合或者香料。白蓮子我行勻晒成個市場，個 range 大概係40幾至50蚊斤。大家要記得內地嘅一斤同香港嘅一斤唔同嘅喎，內地係500克一斤，香港係大概600克一斤。換算嘅時候要小心啲啦。如果買高級貴價嘢呢，我就驚外行俾人呃啦。太平價或者重嘅嘢，例如米啊、砂糖咁樣呢，其實就慳唔到幾多，仲要增加自己嘅負擔，所以揀翻啲中挺價格嘅嘢就比較適合啦。另外呢個區域呢，要特別小心啲，雖然人唔算多，但係隨時喺正隔離就有部電單車經過，所以行動不便嘅特別要小心啲啦。哇！呢條街特別多貓喎，呢款梨我推薦大家值得試一試。
雖然細細粒，但係特別香濃，甜中帶啲酸，幾好食。呢啲可以生食嘅番茄咧就冇乜特別啦。如果驚蟲嘅朋友仔，可能要飛一飛10至15秒啦。大家又知唔知呢個咩嚟嘅呢？老一輩嘅朋友仔可能更加大機會會知啦，就係蠶蛹，一般用嚟油炸或者炒嚟食。我就未試過啦。咦？呢隻貓做緊啲乜嘢啊？成個頭塞晒入去嘅，一袋鹽嚟嘅啫。咦，死啦，俾人發現添。仲有啲即棄餐具啦，都幾多款可以揀。另外亦都有啲密實袋。地下呢仲有一間鮮活館，不過基本上絕大部分嘅嘢都帶唔到過關噶啦，我就唔逐間介紹啦，同大家行個圈啦。一入到去有間燒味鋪，然後有啲冰鮮雞啦，呢間都係明碼實價嘅，反而呢間街市呢係冇新鮮雞嘅，唔計頭先間雞仔啦。左邊就都係啲冰鮮雞、雪藏雞翼、雞腳、內臟咁啦。呢條巷就冇乜嘢好睇啦，隔籬條巷就有海鮮啦。海鮮雖然可以帶過關啦，但係我個人就絕對唔建議，因為太容易壞啦。而且就住呢個街市嚟講，網上面都有好幾間鋪頭被廣泛咁批評唔老實，有調包嘅行為出現。老實講咧，本身海鮮嘅檔口已經唔係好多噶啦，海鮮區嚟講咧，已經算係成個街市幾層裏面最濕最污糟噶啦。仲有個貝殼區，豬肉檔有開嘅有10零間啦。牛羊鋪頭就一隻手數得晒，啲牛肉睇落都 OK。仲有少少嘅熟食檔啦。2樓主要係賣蔬菜水果同埋海味，有好多樓梯可以上到去，行動唔方便嘅話都有 lift 嘅。一上到去有2間燒臘店，呢間就比較受歡迎啲啦，雖然比起另外一間就貴啲。今日就幫大家試試佢啦。叉燒48蚊斤，燒鵝50蚊斤。呢個價錢大概係香港嘅一半啊！燒鵝個樣就幾靚啦，而且瘦肉多，一啲都唔肥，味道都好正宗。而叉燒就好瘦，直接食呢，我會嫌佢柴咗少少，而且香料味比正常嘅輕輕重啲，係類似八角嘅味道。如果用嚟炒蛋都會幾唔錯，不過叉燒嘅話就未必要專程嚟買啦。嚟到賣蔬果嘅區域，第一個感覺係又大又闊落，就咁睇呢，大部分菜喺香港都可以見得到，每檔嘅價錢都未必一樣。如果大家要買嘅話，記得格價，價錢上就好似冇乜好特別嘅優勢。呢檔就好多淮山啦，呢度番薯都有好多種可以揀。呢檔車厘企人流幾多，都係啲香港街坊為主。我都買咗一袋，乜都有嘅，除咗紅色嗰隻之外，其他都好甜。但係返到屋企先發現買咗2斤，最後稱一稱連1斤半都冇。大家唔好好似我咁俾人呃啊！其實每層呢都有個磅嘅，可以去稱下點解有冇呃稱。咦，估唔到中秋之後都仲有菱角喎，仲要剝咗皮嘅添，更加方便啦。行入啲就越嚟越多水果啦。我自己就好鍾意食橙嘅，有幾間有賣江西慈橙，睇落都好新鮮，有啲鋪頭仲可以即場試食添。有2間就專賣芒果嘅，寫就寫2個半1斤啦，正常普通品種就係嘅。但係其實如果青海特芒呢，有啲就賣3個半，有啲賣4個半1斤啦，平均圍返起10蚊到1個，唔算非常之平，但係勝在真係好新鮮，食落都好香甜。喺香港間唔時都會買到啲中間爛嘅。百
香果啦，咁都幾平嘅。小一點可以了。西瓜就太大太重啦，椰子都一樣啦，仲有好多青檸仔添。後面一條街就主要賣啲禮盒裝嘅生果，好多都冇實物放出嚟，只係擺個模型喺度。呢間仲有雪櫃雪啲冷凍榴蓮添。哇！呢個成條街都係香蕉啊！熟晒嘅香蕉係5毫子一斤啊，正常嗰啲就個零2蚊一斤，同香港啲進口蕉比就起碼係平一半噶啦。另外都係啲菜啦，咁同香港街市見到嘅類別就唔係差好遠。有條海味街啦，海味我個人嚟講都係偏向喺香港買。所以就唔喺度同大家詳細去介紹啦，都係帶大家行一行過呢條巷啦。好，跟住上到3樓，主要係賣廚具、雞蛋同埋啲凍肉。呢間有啲預製嘅烤串啦，我就冇乜興趣啦。呢間叫酒店特色食材，裡面賣嘅全部都係啲預製嘅肉類。仲有一間標榜清真認證嘅牛羊肉，仲有條街專賣雞蛋啦。唔知係咪比較晏少少上嚟啊？好多鋪頭已經冇開啦，而且呢層似係批發咁樣。仲有裏面呢，其實係好多係倉庫同埋冷藏倉嘅地方，所以3樓室內呢，其實比較冇乜嘢好睇啦。我哋都係出返去先。行到外面有一間睇落平平無奇嘅廚具用品店，哇！今日真係好曬啊！原本以為裡面會好殘舊，兼且淨係得啲舊款嘅廚具用品，但係實在有驚喜，我感覺好似去咗上海街咁啊！如果係屋企用嘅碗碗碟碟同埋廚具，呢度絕對足夠有得，連開餐廳嘅都可能買得齊啊！有啲新派中菜嘅擺盤設備啦。連咖啡拉花工具都有啊！行嘅時候唔好唔記得地下啲籃啊，都有好多嘢睇㗎。哇！呢啲咪酒樓戲院排隊嗰啲欄杆，成大個燒鵝爐啊！批發先用到嘅呢啲籮，估唔到要過100蚊一個。中式邊爐個煲啦，睇嚟餐廳先啱用啦啩。我最鍾意嘅生熟鐵鍋，雖然都係平過香港一橛，但係如果唔係揸車嘅話，就唔建議抬返屋企啦。煮麵嘅爐同埋工具啦，仲有酒樓台上面嗰啲轉盤，唔同嘅菜刀、廚師刀。同埋即棄餐盒，夾層呢就係賣茶具同埋茶葉嘅，位於地下雜貨區。都係有好多條樓梯可以上到去嘅，不過就比較暗啲啦。有啲賣茶煲、茶杯啦，有啲專賣中式嘅茶葉，但係內街你有好多鋪頭都丟空咗㗎啦，相對上都係冇乜嘢好睇。除非本身好鍾意飲茶嘅，可以去尋下寶嘅。
街市嘅外圍亦都有啲熟食嘅鋪頭同埋少少嘅水果雜貨鋪可以睇。好啦，咁個街市就行完啦。整體嚟講，如果大家本身係喺附近行緊嘅話，都值得過嚟行下。但係如果專程過嚟嘅話，除非你係想大量入貨，否則就未必咁值得專程行一轉過嚟啦。希望大家鍾意呢條片啦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想俾 comment，記住喺下面留言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。